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少女乾坤，我係賢沛師傅。今日我哋嚟傾一傾12生肖2026年新曆6月，即係農曆嘅甲午月嘅月運勢。2026年甲午月嘅時間係由新曆嘅2026年6月5日芒種開始，到2026年7月7日小暑之前結束。呢段時間就係命理上邊嘅甲午月。呢集影片係分享各個生肖嘅整體月運勢，係賢沛老師嘅用心製作嚟㗎。除咗有充實又實用嘅內容，仲有好暖心嘅建議同埋祝福嘅。請大家一定要睇到最後喎。喺進入正題之前，請各位記得訂閱我個頻道，點開小鈴鐺同埋全部通知嘅選項，咁先可以根據運勢嘅走向，及時調整你自己，趨吉避凶嘅。如果睇完之後覺得啲內容對你有幫助，亦都請你可以分享俾你嘅親朋好友嘅，等屋企人同埋好朋友可以提前做好規劃同埋準備，迎接新嘅一個月嘅來臨。要知道分享善嘅知識其實都係一種布施嚟嘅，可以為你種下善嘅種子。接落嚟我哋就正式進入甲午月嘅生肖整體月運勢。屬豬嘅朋友，甲午月到啦，你哋將會感受到一股由外而內，從劇烈嘅動盪轉為深層內耗嘅能量轉變。回顧上個月癸巳月，自害相沖嘅衝擊能量，大家係咪覺得好似坐咗次過山車，成個救火隊長咁呢？呢個月能量場就會從驚濤駭浪嘅戰場轉變為睇落好似平靜，但係其實熱到飛起嘅壓力煲。甲午月帶住五自然嘅能量嚟，呢個意味住外部嘅直接衝突雖然停止咗，但係一種源自於內心嘅自我糾結，關於情緒同埋心態嘅，就偷偷地咁出現咗啦。呢股自然嘅力量正係今個月嘅核心主題，內在嘅焦慮、莫名嘅煩躁同埋反覆嘅思緒，好似戰後創傷後遺症咁開始反噬，喺靜默中隱隱作痛。呢股能量唔再係考驗你隨機應變嘅能力，而係更加深層次咁挑戰你嘅心性修為同埋情緒嘅韌性。接落嚟就等賢沛師傅同大家深入剖析，屬豬嘅朋友應該點樣喺呢股內耗嘅能量裏邊穩住心神，平安度過呢個月。第一，事業同學業從疲於奔命到穩定心性。首先喺事業同學業，上個月自害相沖帶嚟嘅職場劇變，比如崗位調動啦、項目擱淺啦，呢啲混亂嘅狀態，今個月就會平息啦。今個月嘅能量關鍵詞係維穩同埋抗干擾，工作嘅環境恢復秩序，為你提供咗唞過啖氣同埋重新嚟過嘅機會。但係挑戰並冇消失，而係轉化為五自形嘅隱性形式。你會發現辦公室氣氛好沉悶同好焦躁，明明冇咩大事，但係啲同事咧似乎都係心事重重，溝通充滿唔耐煩，又欲言又止，順暢嘅流程都可能因為集體嘅猶豫不決而拖延。賢沛師傅要提醒你，今個月嘅職場生存策略係情緒隔離同埋專注維穩，要有意識咁建立起心理嘅邊界，唔好俾周圍嘅負面情緒感染你，要將心力全部放喺完成自己手頭嘅工作上邊，唔好搞咁多嘢，將台底下邊嘅情緒起伏轉化為自我沉澱嘅動力。不過呢，唔同五行嘅屬豬朋友喺職場嘅際遇就可謂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啦。身強嘅金豬今個月官殺有力，事業咧就會迎嚟重要嘅突破，可能俾人賦予更加重要嘅職務啦。但係身弱嘅金豬就會面臨官殺公身嘅巨大壓力，甚至有職位變動嘅風險。你係升職嗰類定係職位有危機嗰類呢？撳一撳置頂評論嘅嗰個鏈接，睇睇你係邊一種。第二，財富運勢從被動失血到決策內耗。喺財運方面，上個月自害相沖嘅破財風險基本上解除啦，財務狀況止住咗出血點，迎嚟修復同埋穩定嘅契機。但係財務嘅挑戰轉向咗由五自形引發嘅內心焦躁同埋決策失誤，呢個係一個關於心魔嘅月份。你可能會因為對未來嘅不安而變得極度保守，睇住啲機會又唔敢出手，錯失良機。又或者反過嚟，因為驚錯過熱潮嘅錯失恐懼症，而喺市場高位追入低位割肉，導致新嘅虧損。呢種損失咧，唔係來自於外部嘅衝擊，而係嚟自於你內心嘅貪婪或者恐懼。所以賢沛師傅建議今個月嘅理財策略係現金為王，防守至上，優先重建或者加厚你嘅緊急儲備金。喺呢個內心容易動搖嘅月份，任何高風險嘅投機都必須避免，因為你嘅判斷力好大可能會俾情緒影響咗。
但係每個人嘅破財點又完全唔一樣喎。身強嘅金豬今個月食傷生財，能力變現，財運亨通嘅。但係身弱嘅金豬就係食傷泄氣，消費欲強，好容易入不敷出啦。你嘅破財陷阱喺邊度呢？撳一撳置頂評論個 link，睇睇你係邊一種。第三，感情運勢從激烈對峙到內心劇場。講到感情，上個月自害相沖嗰種針尖對麥芒嘅緊張氣氛，今個月終於煙消雲散啦，為關係嘅修復創造咗空間。但係五字形嘅氣場就為感情蒙上咗一層情緒化嘅陰影，挑戰就從解決外部嘅矛盾變成咗處理豐富嘅內心戲。對於有伴侶嘅人嚟講，伴侶嘅一啲微不足道嘅小事都可能俾人放大解讀，引發咗佢係唔係唔愛我呢？呢啲咁樣嘅內心小劇場。呢種起疑心敏感嘅情緒好容易等你忍唔住去翻舊賬噃，對於關係會造成實質嘅傷害。單身嘅朋友就會加劇內心嘅不安全感同埋自我嘅懷疑，係咪我唔夠好呢？咁樣嘅念頭會反覆出現，可能會因為過度挑剔而錯失良機，又或者會因為忍唔住孤獨就急急腳咁投入咗唔適合嘅關係。今個月嘅感情功課係成為兩個人嘅情緒穩定器，坦誠溝通係化解內心風暴嘅最佳武器。但係唔同嘅人遇到嘅緣分品質就有雲泥之別啦。同樣係單身嘅女性，身強嘅金豬今個月官星為用，容易碰到條件優秀嘅對象。但係身弱嘅金豬咧，過往嘅官星就會係爛桃花嚟喎，帶嚟嘅壓力遠遠大於甜蜜。你嘅桃花運係正緣定係爛桃花呢？撳一撳置頂評論嗰個 link， 睇睇你係邊一種。第四，健康運勢從防範外傷到安撫心火。最後講講健康，入咗甲午月，你一定要注意嗰啲潛伏嘅心火內耗喎。五字形暗示住健康問題轉向咗內部。五屬火，對應心臟、血液循環同埋神經系統。字形咧就會導致火能量過旺啦，你可能容易心煩意亂啦、焦慮不安啦、失眠多夢啦、心慌慌、血壓波動，甚至咧引發口腔潰瘍嗰啲上火嘅症狀。呢個係典型嘅由心病引發身病嘅模式，等你容易感覺無啦啦就攰到咩咁。研佩老師提醒你，今個月養生嘅核心係養心安神，將精神減壓放喺第一位。建議可以試一試啲溫和嘅靜心活動，比如講瞓覺之前用暖水浸腳，幫助引火下行啦；練習下腹式嘅呼吸或者係冥想，又或者多啲去公園散步，接觸大自然，等開闊嘅空間療癒你嘅心情。但係唔同嘅人身體狀況都係好大差別嘅，身強嘅金豬精力充沛，身心狀態極佳，而身弱嘅火豬係水火交戰，健康容易出問題。養生嘅核心甚至係保住元氣。你嘅健康有冇咩問題呢？撳一撳置頂評論個 link， 睇睇你係邊一種。以上就係今個月嘅整體運勢分析。但係研佩老師要提醒你，同樣嘅一個生肖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嘅運勢咧，完全唔同嘅。而身強身弱嘅差異更加係一個天上一個地下。有人今個月財運爆棚，有人反而要打一場能量保衛戰噃。你屬於邊一種呢？可以撳一撳評論區嘅置頂鏈接，填寫你嘅生日，我就會同你計出你嘅專屬五行生肖同埋身強定係身弱啦。而且會話俾你知今個月嘅特別注意事項，知道自己嘅五行同埋身強身弱，先至可以真正好好利用今個月嘅月運勢㗎。希望對你有幫助啦。我係研佩師傅，我哋下一期再見。